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慧珍，慧珍吼，欢迎准时收看福气来了拜二嘅好食生产线，带大家听下来认识当季好食，了解到菜地嘅特色咯。你还有一种嘅果子啊，种落去都是在修行啊，都冇看到开花，其实大果子了。韩国啊，在几下年前头土地红自己经有咧，你安心去嘅果子。到底係乜嘅今日啊？我嚟同觀眾朋友好好紹介下。嚟，歡迎你下嚟先嚟觀眾朋友嚟看下啲果子生來乜嘅樣嗬。嚟，呢一次係今日我嚟紹介本大家嘅呢個果子了。看到呢個果子，佢哋鄉親朋友係想看唔出來咧嗬，當初唔是看過呢個果子係乜嘅，生來係乜嘅樣嘅果子。啲啊嗬，家下咧就我老大家嚟講到先來，分享到應該會做現場嘅啲專業工作人員，只係一啲范武雄、范太公你好。各位電視機面前嘅鄉親大家好，今日非常嘅歡喜啊，嚟到呢客家電台呢，上呢個福喜來嘅呢個節目啊，我老大家嚟談一談講。關於呢個無花果嘅各項事情，嗬，即係講安陽班內做安陽片，嗬，係講到啲飯太果，啲係講到嘅啲鋪鋪，頭先安陽那啲果子啊，是按照無花果啊，咪有人講啲按照千年新果，不過講到無花果，我頭先到啲上屆時節，其實附近有提到嘅時講，到啲個種下去，到啲大果子哦，頭先看到嘅啲係果子嗬，哦，啲果子。佢是完全吼冇開花吼，也嘅冇大花，其實有倆果子，所以就按照無花果係冇。因為無花果啊，是自己有開花我哋冇看唔到啦，啊，其實是變成水果出來。係。無花果佢要比一般嘅水果啊，前貼片。係。就是一枝花嘅時候啊，要上入嘅夾下嚟，跟老師打果出來。哦，其實對一個夾嘅夾下嘅為數就是大果子，所以按正經嘅係種下去，嗬，按講讓啊種下去到呢個講果子打出來嘅時間，你全部是冇法度看到佢開花，看唔到，看唔到佢開花，佢空起來嚟嚇。佢開花你看唔到啦。係。所以呢個名啊，就咪按到無花果。呢個下按名已經真正動強咧，可以因為按到你安神奇嘅名，可以頭先講到呢度呢個，講到嘅花夾下，好按樣生出來。所以管理到係非常正常，講上季頭嚇，佢生批入，佢就大隻果。所以上一批葉子會有一隻果子，所以呀，佢葉兒有幾多？你是做得有幾多嘅果子？錯，啊，是講到每餐嚇，因為是嗰個客家，咁唔是客家嘅生長嘅環境嚇，到家打嘅果啊，也冇嚟啦。哦，咁樣嘅，所以你講到呢個無花果啊，嗬。佢算起來啊，佢最強嘅呢個天氣係冷天嘅天氣，錯嗎？佢按熱天，佢熱天來做，佢可以講佢係屬於溫帶啊、亞熱帶嘅水果啦。所以算係好熱帶嘅、好溫帶、熱帶兩類嘅果子。係錯，哦，所以在我哋台灣嚟講啊，在7月開始是有熟嘅水果啦，有成熟嘅水果啦，所以是係7可以摘到年代，就比較7月開始嗬，是兩個果子是熟嘅果後咧，嗬，你做咧對兩個7月兩段時間咯，你去摘到年尾，嗬，年尾啱啱要半年嘅時間咧。有啊，按你講關於咯，我甚至呢度新的公年啊，係舊的公年。就這個國家今年的年初啊，很熱啦。是從愛種嚟講啊，剛開始係外賣為主啊，
都加平均5毫。是莫拿来买的，莫拿来买。真紧的吼，一讲到中高值，假使你讲真紧我买半年啊，吼，你品质好的涨来买半年，品质唔好的，你是冇卖出去。你安尼讲的啊，大费信用啦，吼，所以做唔得做安样的事情。好我想真紧的，当到朋友啊，吼，除了解从来到你节目当中的了解讲中朋友，我这边问你讲。很奇怪嘞，吼，你係冇下分擔，是係降重嘅了解，所以講透過是已經有做了解降重嘅事，也係講要透過要去做其他嘅工作，做過整個轉來做了解弄事，你自家本身係有關係。嗱，現在上係本來要做農嘅人嚇，這個來從事要這個來做嚟講，做高數嘅，要咪係農嘅嚇，係。受得了辛苦嘅工作啦，受得了工作，因為呢個工作啊，下巴係應講冇事冇熱嚇，不講冷熱，條熱就該做啊，有些時會做啦。冇事冇熱，唔管呀天時熱天時冷嚇，有時應該夏天去做，所以呢，做農嘅人本身其實有呀。受了辛苦的有只耐心、堅強嘅心態去做呢個事啊，係咪成功啦？所以你自家本身屋下老大，我特別係做，我做民國69年我是做水稻疫苗。哦，應該唔係，肥肉呢？簡單講是肥肉來買啦。肥肉呢？好，肥肉嘅來買。今日真辛苦嘅工作啊！尤其嗰個一天去招嘅員工，爭做嘅轉啊！我真辛苦。員工要招爭做嘅轉哦。係啊。佢下嘅按樣強烈嘅肥肉呢，按樣未有按到人哋來做。佢當到時間來照顧。我透過我做嘅事情是完全是請嘅學生打工。學生啊，學生打工。因為一般人吼係唔識做啱嘅事啊，佢做嘢叫佢點事，啲嘢叫唔敢來。嚇到你唔敢來你。工讀生嚇，特別係工讀生嚇，是要希望講喺車傳些錢，本來有嘅負擔唔是錯。係，你講嘅。所以幾千年而家聽少冇下打家風。係。係你係。老去鼓勵下，當天嘅時間，我必須困啊！嚇，我去到工讀生啊，因為後生，超有2年，係基本做得。難唔好嚟啊？咩難唔好？我要做要2年，這樣做的事業。因為事業，很多3年，該寫天抄的，因為育苗嘅事啊，未當初，未當初，是講。繼續去做嘅啫，你做唔得講，繼續做行業天斷下來做唔得。哦，做唔得講緊你下我天拖啊，天下來講我做其他嘅事情，也做唔得，就講基於兩個事件性嘅事情嗬。所以講到啊，嗬，你美容啊，嗬，因愛做啊，嗬，咪要記嘅兩個艱苦嘅部分。不過一講到美容啊，既然係一張講到本單就要做嘅事，要做嘅條路，你係咪要面對時天啊？你有冇繼續來做兩個美容嘅事？我換做來種了解無花果，起碼個起碼機會本開始來種了個。呢個育苗嘅社會評下來做，因為我專門搶工讀生啊，特別工讀生前後搶，見到係冇搶嘅啦，啊，所以對我做呢樣嘅事啊，非常之艱苦咧。如果我有個老太，佢認識到要種無花果嘅王先生，同我去啊，同我去。很經過嘅上面呢，講啲無花果啊，非常的重要。你調養血對你的身體健康方面啊，都有幫助。係啊，所以你是想講冇眼淚，始終看下嚟。也要去食呢個無花果，要嚟買2箱就嚟食啊，去看個變嘅酒做得啊。才會去到嗰度的啊！按該當日，幾度都是純10衝嚟樣，我10衝就嚟賣咗啦。佢1衝200塊啦，係4衝矮啲咯。
你咪講要香港嗰種啊，實在梗係讓可能按姐讓你唔會買啦。係所以見同佢穿到兩個十葱嘅兩種啊，吼，上到有凍姐呢，凍姐時間上班下，你家是我種嘅，你儂是唔會買機，結果咧，講到飯太高啊，是老人用啊，買咗來烏下咧哦，吼，買咗來烏下其實想講你來持中看啊，而下持中就本仲先講嘅嚇。是講喺呢一代屋啊，佢上頭有啲人啦，這個慳嘅，喺個10葱仲又冇拿啦，才有來填來買90葱，佢因為佢了解過，唔係講當到人會做，要了解嘅人就會買嚟做，所以佢樣就冇來預約啦。填擺嚟買90葱就嚟。咁樣嘅，所以啊，學10葱買咗，如果撈去買90葱或者100葱了哦，就開始了解做烏花果嘅應講到嗬，了解工作咧嗬，應講前景咧嗬，了解萬事起頭難啊，了解種烏花果熟來啊嗬，會難麼？會辛苦麼？比了解別人嘅來講。講辛苦唔係幾辛苦啊，因為應該種烏花果，佢全部有下看過一些。係你而先講，種得好，你才很認真，就全部是照顧周到。照顧比周到來，係。按講會種會好啦。所以講我照顧周到來講哦，一啲天才啲嘢即係講，你一隻果子啊，嗬，你一隻樹茸嘅你都嗬，佢頭先講過係熱帶、溫帶嘛，嗬，一個算係果子啊，所以熱帶、溫帶果子佢天才有幾嘅特性嘛，嗬，係適合你講唔得台灣同台灣應該是全部做得中等錯咯。頭擺要係農委會嘅網路啊，佢講南部啊種起啊，北部種唔得種，但是我種樣係要種嘅。係種起來嚟。可能呢啲東西啊，呢個果樹啊，你種一查，到時間佢會幾條會適應啦。所以講到佢會適應呢隻環境嗬。冇個差別就相多，佢會適應。所以講到哦，呢個一啲到呢個用麥本單應該唔適合種嘅，結果份太高樓佢種起來嚟啦，嗬，好講到了邊啊一啲呢個烏花果來講啊，嗬，佢都係一啲可能佢咪當做得適應呢環境咩，將做得到一啲嘅呢土地紅、地球紅啊，嗬，到5000年前是有安樣嘅呢個果子，都見罕有咯。咁講呢烏花果佢有品種嗎？品種有幾多種？當都有，很兩個老太太他們就係台灣有種嘅品種，佢不止分類出來啊，佢係按照普通新兩類同呢有隻特別咧，佢嘅結果啊唔是。個果園無花果小蜜蜂是小粉。一般都係小粉，做得要來打果子。其他品種會是呢兩樣唔是。所以喺台灣種呢兩樣啊，大部分要種係呢兩樣。所以目前看到係呢兩樣啊，要入年份啊，一樣3爪，一樣5爪。好，所以你下台灣有種係有兩種品種，一種係3爪嘅葉，一種係5爪嘅葉嗬。你先按樣來講到啊，講到基本嘅紹介呢個烏花果，可能鄉親朋友啊，因為當上而來了解，好像講啲實來係哪種嘅果子，一啲係樣板種出來嘅，我注意呢都有事情，我樣板識咧都有嗬，還有當到嘅花草做得來老大家來講到啊嗬，先到了以後來聊下家下，轉到了現場，但個繼續來留份睇過來答法啦。